2022小镇这个艺术节，将伫南投的德山、中华的埔盐，还有台中中区云林的拿来市的县市陆续举行，要利用区域之间的串联活动，带动地方文创的发展。 当年拢有真热烈的小镇艺术节，拢以召记者会来大宣传。国立中华生活美学馆欢喜宣布，今年会伫南投县、彰化县、云林县和台中市4个所在举办3礼拜艺文活动。包括台中、南投、彰化跟云林哈，我们各挑一个有特色的一个社区来跟我们结合，办理这么样一个嘉年华式的一个活动。首先进场的是德山镇，有拍孙仔、拍地展览，希望来参观的民众。 会当来熟悉德山镇生活。那希望它能够在这个疫情过后，对竹山带来一些新的一些风貌。举办的时间会伫12月扩大展览，主办单位欢迎大家会当来体验这丰富、可难得的艺文活动。